快，赶快通知白哥，警车越来越近了。白哥，喂，怎么了？警车快到了。知道了，白经理，外边警车已经到门口了，您看怎么办？但消息是真的。扯坛子，快！扯坛子，快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现在公司有意外情况，需要暂时停业几个小时。不愿离开的朋友，可以在这继续参加舞会。回城的朋友，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考斯特，请大家带好筹码，迅速行动。请大家带好筹码，回城的时候带好，带好筹码，迅速行动，带好筹码，快点，快住了，快到回城的时候带好，带好筹码，迅速行动，带好筹码。指挥中心，任务已完成。快！考验站，大哥，把这个门，快点！把灯打亮了，全部打亮！你们两个把着这个门，站起来！全部给我站起来！站起来！都带回去。走，快！走，把他们都带回去。走。说啊，刚才可真够悬的啊！今晚就冲咱们来的，我看也是。没事，这个事儿我碰了好多回了，没事。大家安静，没事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为大家在市里安排了桑拿浴，还有夜宵。之后呢，请大家回来继续接着玩，请大家保管好自己手里的筹码。下次呢，欢迎大家继续光临我们这儿。白总怎么办？我们奉命进行搜查。白老板，下开，快走！欢迎光临。国权参谋经理带人上楼看看。是。你们三个跟我走，过来。欢迎光临。你是这房子的主人？我是，请问先生，出了什么事儿？每个房间都好好查一查。快，注意看，快！房间里边，这边。对不起，
有人举报说你们这儿开设地下赌场，我们奉命来检查。赌场？没有，我们这儿没有赌场。先生可以随便看看，给先生开门。先生请。开门，请。请。真对不起，您一定是搞错了，这儿没有赌场。这房子是你买的？是我买的。这么豪华的房子是你买的？改革开放呗，机会好，就挣钱了呗。你干什么的？我做生意的。生意做得不错。你是做什么生意的？我啊。我是做股票，做期货，我是做证券的。股票干得不错。白崇辉，对，我是白崇辉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玩具。对，那是小孩子的玩具。刘队，这好像是赌钱用的筹码。筹码？这不可能啊！我们这儿没筹码。这是小孩子的玩具，就这游戏机里头放那个硬币，就放那个东西。那就是小孩子的玩具。对，游戏机那卡，对，就是那个。行了，给我留个纪念吧。当心，生意留点事儿。收队。走。报告庞局。等等，局长刘振汉他们。是我，请讲。庞局吗？我们分队行动失败，没有找到赌场。怎么？全都跑了？我们没有抓到赌场，我请示往城里撤回。那就撤回来吧。好嘞。